这样就可以当仙女哦。说死掉啊，可以不来吗？他说可以。各位姐姐，晚上不要出门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死掉以后都没有地狱啊。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啊？就是有原因在啊。可是那个地藏果他有讲，他说他已经死掉了，是阴体呀。那我们人是半阴半阳，仙佛